大家好，歡迎返嚟娛樂時事睇。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哋嘅影片，記得撳埋下面嘅訂閱掣，咁就唔會錯過之後嘅精彩內容啦。各位觀眾，如果你以為上次美國教師嘅醜聞已經夠瘋狂，咁今集呢單發生喺香港地鐵站嘅真人 show，直情可以話係動作片級數。事發喺1月31號10點幾，港鐵大圍站閘機外上演咗一幕令人瞠目結舌嘅女子圍毆港鐵職員戲碼。兩名女子其中一個好似喪屍上身，對住一名男職員又箍頸又捶打，甚至張口想咬。咁就算之後有3名男同事衝出嚟增援，場面都一度失控。影片喺網上瘋傳，網民嚇到話呢個世界真係好危險，到底咩事令到個女乘客咁狂躁？港鐵事後終於揭曉內情，答案可能比你諗嘅更貼地，但又更令人無奈。我哋一齊睇片，拆解呢一場地鐵站內嘅困獸鬥。第一幕，瘋狂現場直擊，喪屍式襲擊全過程。從網上流傳嘅超過1分鐘影片可以清楚見到，事發喺大圍站嘅出入閘機旁邊，一名港鐵男職員最初被2名女子包圍，其中一名着白色外套嘅女子行為極度異常，佢嘅攻擊可以話係全方位，一貼身糾纏，首先用左手側實男職員腰部，成個人壓喺職員背脊同膊頭。2. 徒手攻擊，然後不斷用手錘打公仔嘅背脊。3. 嘗試咬人，更誇張嘅係佢仲擘大個口，嘗試咬向男職員。呢個動作真係好有喪屍電影 feel。4. 致命箍頸，之後白衣女突然轉到男職員背後，伸手緊緊箍住佢條頸。呢下係非常危險嘅動作，可以導致窒息。而另一名着啡色外套嘅女子似乎想同職員溝通，期間仲嘗試用手機掃2維碼 QR code 出閘，但似乎唔成功。不過白衣女完全冇理會，繼續纏住男職員，令到場面陷入膠着。男職員一路只能掙扎同用手抵擋，完全處於被動。大家可以想象當時呢位前線職員有幾無助同危險。第二幕，增援變困局，一人發難，全男班難擋。事件冇因為時間而平息，反而升級。網上之後流出第2段約42秒嘅影片，拍到有3名男職員衝到現場增援。正常諗法，4個大男人點都應該控制到一個女人啦。錯，現實係呢一位白衣女戰鬥力爆表，即使被幾名男職員包圍，佢依然毫無懼色，繼續伸手去拉，用拳去捶打在場嘅多名男職員。影片最後場面依然混亂，幾名職員要四散去維持車站其他範圍嘅秩序，竟然要留下1名男同事繼續單挑呢位狂躁女子。成個過程，幾名男職員表現得非常克制，只係嘗試阻止同控制，而冇作出任何暴力還擊，專業態度值得一讚。但係同時亦都反映前線人員面對突發暴力時嘅無奈同風險。第3幕，網民震撼，男生要好好保護自己。影片喺 Threads 等平台瘋傳後，網民反應極大，主要分幾類。震驚與恐懼，呢個世界真係好危險，喪屍片嚟㗎，好多人都被女子嘅瘋狂行為嚇親。同情職員係咪俾人非禮？好彩上邊有人影住，如果唔係，哥哥仔水洗都唔清。大家第一時間擔心前線職員嘅安危同清白。黑色幽默，我有老婆㗎啦，唔好啦，唔好啦，入咗迷魂陣，用搞笑方式表達對事件嘅難以置信。性別反思，最多人講嘅一句係男生要好好保護自己。呢一句本來用嚟提醒女性嘅說話，而家調轉嚟用，反映喺某啲暴力事件中，男性都可能成為無助嘅受害者。社會應該關注任何性別嘅安全。第4幕，港鐵揭盅，醉酒2字解開所有謎團。鬧到滿城風雨，大家最關心係個女人究竟為乜嘢事咁癲？係咪職員得罪佢，定係有精神病？港鐵回覆傳媒查詢，終於揭曉內情。根據官方說法，事件嘅起因好簡單，車站職員當時係協助一名醉酒乘客，其後報警，警方通知該乘客嘅家人到場，帶佢離開。港鐵強調事件中職員冇受傷。醉酒呢2個字好似解釋咗一切，神志不清、行為失控、富有攻擊性。但係同時呢2個字又令成件事蒙上一層更普遍、更日常嘅陰影。唔係乜嘢深仇大恨，唔係制度壓迫，而係一個喺香港街頭以至公共交通工具上偶爾會遇到嘅問題——醉酒人士滋擾。只係今次呢一位醉酒乘客嘅暴力程度遠超一般發酒癲嘅範圍。
第五幕，前線人員嘅無形戰場，忍辱負重嘅日常。成件事最值得我哋關注嘅，其實唔係個女人有幾癲，而係前線服務人員面對嘅風險同壓力。呢一位港鐵男職員同之後增援嘅同事，佢哋嘅工作本質係協助乘客出入閘、維持秩序、提供服務，但係一瞬間，佢哋就要變成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嘅暴力受害者。從影片可見，佢哋由頭到尾都保持極度克制，冇還手，只係防禦同嘗試控制場面。呢一種專業係用忍氣吞聲同承受傷害風險換翻嚟嘅。佢哋每日面對嘅可能係問路，係處理票務問題，但亦可能隨時要面對呢一類突如其來、原因不明嘅肢體衝擊同辱罵。公共交通工具嘅前線職員其實日日都企喺一個無形嘅戰場，要處理乘客各種情緒，包括醉酒、憤怒、焦慮，而自己嘅安全同尊嚴往往成為最後被考慮嘅一環。今次事件好在有人拍片，否則職員可能水洗都唔清。但更多冇被拍低嘅衝突同辱罵，其實每日喺唔同角落發生。第六幕，公共空間嘅失控與社會責任。事件亦都帶出公共空間安全嘅問題。港鐵站係一個高度密集、流動快速嘅公共空間，一個失控嘅個體就好似一粒掉入平靜水面嘅石子，會瞬間擾亂成個環境嘅秩序，威脅周圍所有人嘅安全。今次係職員受襲，下次如果個醉酒乘客衝向其他普通乘客，尤其係長者或小童，後果不堪設想。呢度就引出兩個責任問題。一個人責任，飲酒係個人選擇，但係飲到失去自理能力，並喺公共場合做出暴力行為，個人必須為此負責。醉酒唔係暴力行為嘅免死金牌。而機構同社會支援，港鐵職員已經做咗正確步驟，報警並聯絡家人。但係我哋嘅社會係咪有足夠嘅支援系統去快速有效咁處理公共場所嘅精神行為異常？無論係醉酒定係其他問題，人事前線人員嘅培訓同保護又係咪足夠？第七幕，同前幾集事件嘅奇妙關聯，規則失效嘅暴力版本。我哋呢個社會眾生相系列，由九巴大媽違規行李開始，到市民無視安全帶法例，再到官員問責拖字訣，再到上集教師越界性犯罪，似乎都圍繞一個主題：對規則、界線、專業倫理嘅衝擊與破壞。今集嘅港鐵醉酒襲擊事件，可以話係將呢一種破壞提升到最原始、最暴力嘅層面。九巴行李事件用言語同賴死挑戰物件規則，安全帶事件用集體冷漠挑戰新立但混亂嘅法例規則，問責事件用官僚程序挑戰政治責任規則，教師性侵事件用權力濫用挑戰法律同專業倫理規則。今集港鐵事件直接用肢體暴力挑戰最底線嘅公共秩序與人身安全規則，由文鬥到武鬥，反映當社會中各種理性嘅規則被挑戰、被忽視、被繞過之後，可能會釋放出最非理性、最難控制嘅暴力能量。一個醉漢可以喺地鐵站打人，某程度上同一個官員拖延問責，一個市民無視法例，都係一種對有序社會嘅破壞，只係形式同嚴重程度唔同。維護公共空間嘅文明與安全，唔需要每個人都尊重規則，亦需要制度有效運作去約束極端行為。總結一則都市預言，當日常服務變成高危職業，港鐵大圍站呢一場風波，表面係一單個別嘅醉酒鬧事，但深入睇，佢好似一則都市預言，話俾我哋知，一前線服務人員嘅辛酸，佢哋嘅工作遠比想象中高危，值得我哋更多尊重、體諒同保護。二、公共文明嘅脆弱，我哋習以為常嘅秩序同安全，好容易被一個失控嘅因素瞬間打破。三個人行為嘅社會成本，一次個人嘅放任，如醉酒失態，會消耗大量公共資源、職員時間、警力，並對他人造成實質威脅。希望今次事件之後，唔單止係網上熱議幾日就算，更希望港鐵同相關部門能夠檢視如何加強前線員工嘅保障，以及公眾能夠反思點樣共同維護一個更安全、互相尊重嘅公共空間。畢竟冇人想喺搭地鐵嘅時候，突然要走入一部喪屍片嘅場景。你哋又點睇今次事件？覺得港鐵職員處理得如何？留言話我知，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娛樂時事睇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之後嘅精彩影片。多謝大家收睇，下次再見，拜拜。